好啦，咁多位，而家講到一個學車上嘅障礙啦喎。喺上一集緊嘅時候咧，我就講過學習上嘅障礙啦，會有學生上同師傅上嘅分別啦，就會有一啲師傅嘅，佢會受到一啲法例嘅規管啦，譬如交通法例啊、考試法例啊，或者學車師傅嘅守則去規管啦。通常師傅上嘅責任咧，學生就唔係好理噶啦。但係學生上嘅障礙咧係有好多嘅，我會慢慢一路分析落去。希望視頻裏邊咧能夠幫到你哋去處理一啲障礙上嘅學車上嘅障礙，能夠俾你哋更加容易去享受學車嘅樂趣啦。上集講到啦，原來咧我哋學車咧，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本身嘅障礙咧係好難去解決嘅話，其實都有個方法去學車嘅，就係用錢去學習啦。學車可以用錢去學習咩？其實係可以㗎。亦都係好簡單嘅啫，因為我哋學車咧唔能夠只係靠背路線，大多人咧以背路線咧作為佢嘅學車嘅首要目的，一定要背到條路線啦，要背到睇條路線啦。但係其實咧喺運輸署街外嘅市場，簡單啲咧，咩叫街外嘅市場咧？培正道啊、忠義街啊、澤安道啊、永孝街啊、跑馬地啊、天光道啊、油塘啊，呢啲咧都係屬於街外嘅市場，仲有石蔭村都係屬於街外嘅市場。每一個市場裏邊咧，都有一啲路段咧係唔俾我哋學習駕駛者入去學習嘅。咁喺呢個情況咧，如果個學習駕駛者佢其中一個認知諗住係學習期間一定要認路嘅話咧，對於佢哋嚟講，亦都係產生一個障礙噶咯喎。咁呢個障礙咧就係佢哋背唔到條路啦。喺學車期間，師傅冇可能帶佢入去一啲學車禁區嗰度學習嘅，因為係犯法嘅，同埋係多數都係告埋個學生嘅。咁所以師傅係唔會帶佢去嘅。除咗佢哋嘅學習上嘅學習路段唔行得之外咧，仲有運輸署所出嘅駕駛考試指引裏邊咧嘅第10頁都有提到考牌主任咧可以根據路面嘅實際情況咧更改考試路線嘅。哇！呢個嚟到咧又係一個好大獎，啲學生真乜原來考牌官仲可以更改考試路線啊！呢個係少數機會出現啦，係咪先？但係唔係代表未出現過，係少數機會出現。呢兩種情況之下咧，學生根本冇可能只係靠學車期間去背熟條路線，咁就可以容易學習噶啦。另外咧，學生咧亦都會擔心佢哋喺學習期間咧嘅路面情況嘅變化。成日都好多學生都話我要吸收多啲經驗，吸收多啲經驗。呢個方法咧係關係到考試知識裏邊嘅同埋手眼協調能力咧去處理嘅問題噶啦。而有關手腳協調嘅能力同埋考試知識咧呢方面咧，我會另外揾機會咧就開一個新嘅話題
去同大家去分享下。學過車朋友都知道啦，有部分考試中心咧，即係運輸署郊遊試場咧，係只能夠晚上去學車嘅，或者紅日去學車嘅。咁呢啲咧，亦都會引申到有工作崗位上嘅問題啦，或者有家庭崗位上嘅問題咧，佢哋要就時間啦，要遷就屋企人嘅時間，亦都要遷就工作上嘅時間。佢哋可能要放工嚟學啦，甚至乎要請假嚟學啦，甚至乎我身邊有好多學生，有好多女學生啊，尤其是女學生啊，佢哋有小朋友，佢哋要揾人嚟幫手湊小朋友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亦都係一種障礙喎。有啲人話：我揾人湊小朋友好簡單啫，但係你都要做多一樣嘢，要揾多個朋友嚟到幫你湊小朋友啊。對於你個朋友嚟講，你嘅學車就形成係佢嘅障礙嚟噶咯。咁好啦，咁以上問題咁多林林總總嘅問題，有冇解決方法呢？係可以嘅，就係用錢去解決啦。我哋可以去一啲冇學車禁區嘅市場。嗱，係有嘅，係的而且確係有嘅。咁邊個我唔講啦，我費事賣廣告啦。咁去呢啲市場有咩好處呢？最好處嘅地方咧就係佢冇學車禁區啊嘛，即係所有路線佢都可以入去學習嘅，變咗對一啲想背路嚟到考試嘅人，認為考試係必須要背路嘅人咧，佢哋就將其中一個心理上嘅壓力咧就降低咗先。咁另外嗰種市場咧，佢基本上係運輸署指定嘅學車時間，佢都可以喺入邊學車嘅。運輸署嘅指定學車時間，我諗你哋作為學車者，好多都會知道㗎啦。運輸署指定學車時間，咁你要考到個車牌，先至有機會日後揸到車嘅。而呢種市場，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嘅路面環境變化比較少啊。咁對於學車者嚟講咧，有一個大優勢嚟嘅喎。基本上佢可以自己安排翻，譬如佢考3點嘅，佢就安排翻，我淨係3點先去學。當然啦，佢考9點嗰啲冇辦法啦，因為9點係唔俾學車嘅。或者佢考12點嘅，佢可以安排翻12點嘅時間就去學車。呢啲嚟講咧，對於學車者個心理壓力咧，亦都可以降低咗，因為佢可以適應翻當其時啊嗰個考試時間，當其時嗰個路面環境。咁考個牌嘅朋友亦都會知道，佢哋可能會有機會遇到咧啲路線突然之間封路啊，或者燈位改為有人手指揮啊，各式其式都會出現。如果喺郊遊市場嘅話，真係會遇到嘅嘢咧係千變萬化嘅。咁但係喺呢類市場咧，只要你俾得起錢，呢啲問題嘅出現機會率係比較細。嗱，我話比較細，唔係冇啊，係比較細。但係喺考試期間，喺呢啲條件比較細之下，就會引申到會有機會引申到日後揸車你嘅手腳協調夠唔夠，眼手協調夠唔夠快啦。咁理得佢夠唔夠快咧？最緊要考到個牌先啫，係咪？你要考到個牌翻嚟先至可以有得揸車噶嘛。你考唔到個牌講咩？日後點樣揸車？考到牌翻嚟先。但係你要擁有以上嘅優惠條件，冇學車禁區，學車時間裏邊任何地方都可以學習。任何時間都學習，同埋路面環境變化少，呢幾樣嘢都係一個考牌嘅優勝點嚟嘅。咁但係條件你要俾得起錢，只要你俾得起錢嘅話，好多嘢都好方便。學車嚟講會有中期試同埋路試之分。中期試大家都知道啦，考泊位、考掉頭、考斜路停車、考斜路停車同埋斜路起步，你只要俾得起錢，你個泊位嘅位置，基本上你學習期間泊嗰個位，你就會考翻嗰個位。基本上你學習期間喺嗰個位掉頭，你就喺翻嗰個位掉頭。除咗中二街，我講私家車，除咗中二街
考掉頭個位，你平時係可以上去練習之外，其他日子你係唔可以去練習嘅。我講平時嘅日子係講緊夜晚黑或者公眾假期，你係可以上去練習。嗱，我講合法啦，偷雞有啲點計啊？但係好多師傅、好多學生都知道，中二街考掉頭個位係可以入去練習嘅，所以一到夜晚黑，一到公眾假期，就全部湧晒上去。學過中二街嘅都會知道上面好塞車，唔知嘅話睇翻我嘅視頻。中二街平時學車嘅環境係點樣？係非常之塞車嘅。咁但係其他市場呢，譬如石蔭村啊、培正道啊，你係冇可能入去練習掉頭，冇可能入去練習泊位嘅。你只能夠喺街出邊練習掉頭、練習泊位。通常喺九龍塘啦，或者我最中意嘅就係入去朗屏啦，嗰度做掉頭泊位嘅。咁樣對於一個學生咧，又有少少個潛在性嘅壓力咯。就係、我都唔係喺嗰個位度考試，而喺嗰個位掉頭。第日去到考試嗰時識唔識啊？其實係冇可能嘅事咯。唔識嘅話，咁啊唔緊要啦，呢啲都係後話啦，就係咁啦。咁變咗咧，只要你俾得起錢，呢啲咁嘅好多上嘅壓力問題咧，就會可以解決噶啦。跟住你解決晒種種問題之後，你再跟足考試要求、考試指引去練習你嘅考試嘅知識、考試嘅技術，咁你考試就會好容易得到合格噶啦。都係嗰句啦，合格咗先至代表日後可以揸到車。好啦，今集講到呢度，亦都唔再講啦。對一啲想挑戰自己能力嘅人呢，下一集我會討論一下喺知識同埋技術上點樣先可以達到用最短時間去學識點樣去考試。喺我過往學生裏邊，培正道5堂合格、4堂合格都有，中二街8堂、7堂合格嘅都有。究竟佢係點樣喺我呢個情況之下呢，俾我逼到佢哋去合格呢？喺呢個情況之下，對於心理同埋生理同埋手腳協調裏邊，佢哋要點樣去改善呢？咁啊，下一集我會有機會講下啦。好啦，各位如果認為我嘅視頻啱聽嘅話，訂閱下我啦，支持下我啦。如果唔啱聽嘅話，咪留幾句言鬧下我咯，無任歡迎。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咁有機會嘅話，我再講下一集。記住，教車佬周記會係逢禮拜六晚上6點鐘左右啦，就擺上我嘅頻道，希望各位訂閱支持。